亲爱的同学们，期末考试即将来临，愿你们考出好的成绩。在此道出我最真心的祝福，考试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都好。你们一定是最棒的。今天安老师呢给大家烧了2壶哈萨克组的我自制的烧的奶茶，想不想喝？想。好，安老师给你们倒了Sütçay, time to begin.